珠海關口絕版複式單位免佣直銷，總價78萬即刻拎鎖匙，仲限量送你中港兩地牌添。今日 Fiona 帶大家睇關口珍藏版高層特色戶，單位全現樓精裝交付，真實房源所見即所得。入到嚟右邊就係洗手間，連鞋櫃都幫你做好埋。左手邊就係 Open Kitchen， 爐頭、抽油煙機、洗碗機、吊櫃包晒俾你。800幾尺嘅單位雖然唔算好大，但勝在夠用，而且仲可以買2間打通佢，成為複式大平層。地下公區可以做翻客飯廳，夾層上面仲可以做多個房間。呢種產品最適合小情侶或者想低銀碼近關口間唔中上嚟度假嘅朋友啦。除咗自用之外，複式單位喺市場上需求都十分之龐大。現時真實單位租金大約4500至5500一個月，再加埋中港牌租金1800蚊，每個月穩定收益6800，回報率一成12厘。唔知咁啊，屋苑樓下仲有個咁大嘅花園平台，平時可以落樓散下步。落樓係已經成熟晒嘅商業配套，包括全新落成嘅新蘇豪區。35萬尺嘅大型廣場，裏面配套有華潤萬家超市、KTV、戲院、桌球室、健身室等等，多到數唔晒。樓盤8分鐘可以返到港珠澳大橋，10分鐘去到珠海高鐵站。唔少喺香港機場返工嘅朋友都住喺度，貪夠方便啊嘛。大價單位將於下星期開放參觀，最後5套清貨價78萬，心動不如行動，千祈唔好錯過咁難得嘅上車機會。想參觀嘅朋友需要提前預約，公司亦都提供中港頭等車免費來回接送，仲快啲 WhatsApp 我 Fiona，約翻時間帶你睇樓。